兄做平安。这是咱来吟诗学乐那会当咱看咱头前的信息，咱来献信息25首。是安怎？我爱希望大家会当看咱头前的信息吼，放在遐吼，互咱大家会当献出来看吼。25首吼，咱来看一下。仪表姓名，至善高美丽。这首诗歌真有意思哦吼，伊是咧讲着上帝的属性吼。我有参考即个对圣经信息的一个解说，甲一个诠释吼。伊会讲，伊迄阵伫咧命名嘛吼，要互即个诗歌的名的时阵，伊是讲伫咧英文顶头，咱会当看吼。咱的信息顶头，即首诗歌伊的名下面拢有一个伊的英文名，就是伊的英文的诗歌的名，叫做 Bring Mary Names， 就是讲上帝有足侪名，但是若翻译安尼，敢若无讲介妥当吼。所以因就甲号做奇妙姓名，因为上帝伊用讲出奇妙的上帝。代表上帝，伊是宇宙的主宰，所以伊的荣耀、伊的属性、伊的慈爱，亲像老爸，亲像老母，也亲像少年人，无论伊安怎来形容伊，拢无法度讲出伊的奥妙出来。所以上尾节第6节，伊就是用一个引话上帝，以表姓名。用奇妙姓名来代表对上帝一个赞美，一个阿乐，嘛是真对咱来讲，咱嘛爱感觉真荣耀，因为咱诚做伊的囝儿。所以这首诗歌内底，无论伊咧讲，亲像老母，伊遮有写着一切奇妙的创作，显出极大的智慧。智慧伫咧遮用伫咧老母的即个部分。咱知，咧因古早因拢讲智慧，都是一个阴性，就是一个女性，吼，用女性的即个来称呼。所以咱来唱这首诗歌，咱会当看信息来唱吼，搁较有感觉吼。好，这首咱做阵来吟这首诗歌。
三节亲像老爸吼，毋是亲像老父。吼，所以咱念咧唱的时，咱爱可能爱特别注意吼。这是老爸，但是父性上帝吼，毋是爸性上帝。所以念咧咱唱的时，说注意一下。好，煞只咱来看新诗258首，258首。这首诗歌一个教会馆的教导，伊是咧讲耶稣的死甲救赎，设立教会。咱今日开始，为即礼拜开始，牧师因就是要建立就是加拉太书，或是一个教导因信称义，所以真好，咱来唱这首诗歌，咱爱知影讲，伊这首诗歌，伊就是咧讲耶稣的死。国外伊的救赎设立教会，所以咱若真有真爱感恩吼，咱会当诚做伊的囝儿吼。这首诗歌咱嘛爱知真很熟悉吼，这首诗歌嘛是咱德国的国歌吼。咱这时咱来唱这首诗歌，唱第1节甲第2节。618首，618首，咱就信靠上帝，咱唱1节就好。请大家闭眼心来敬拜上帝。
你减袂知嘛？你减袂听见嘛？永永自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球的，伊无野也无善，伊的智慧无通测度。野善的，伊互伊快乐；软者的，伊加添伊的快乐。少年人也会野，也会善；勇壮的人也会跋倒。独独我靠耶和华的，要得到新的快乐。因马亲像鹰鸟，展翅飞悬，因走也无野，行也无善。做伙来吟圣诗，学罗咱的主。正诗第25首，正诗第25首，奇妙圣名，至圣国美丽，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唱。三甲鸭头来祈祷，听阮的主，阮伫天里的爸，阮感谢你，组织阮众人做伙来到你的面前，伫这个充满历史、
甲稳定的礼拜当中，同心合意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今年是这人教会设立130周年，回顾这130年来，我会满心感谢你充满稳定的带领。130年前，伫好好归附牧师、马介牧师，甲李春成长老甲济前辈，同工会同心努力下面，设立这间教会，伫1916年完成了这间中央的礼拜堂的建筑。伫130年来，阮经历过大风台、大地震、战争甲政权的交替。这间礼拜堂甲这间教会，拢伫你保守下面，做出你听的见证。主啊，伫你神圣阳光面前，阮承认家己是有限、有罪的人，伫这个充满变化甲挑战的世界内面，阮时常软正、欠缺智慧，有时也因为眼光无够长，人的自私会彼此来冲突，得罪了你，求你赦免阮的过犯，恳求你的圣神一届搁一届来更新阮的性命，用你的疼将阮众人结连做一个肢体。主啊，阮的亲人朋友也是阮家己本身，有拄着病痛、艰苦，也是因为看病来住院，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总是阮无惊灾害，难免阮因为病痛带来辛苦的艰苦来失去着信心，难免阮会因为长期的病痛来失去盼望。但是主啊，当阮长期病痛的时，阮的亲人朋友不停来为咱祈祷，你安慰阮，陪伴阮。阮知，当阮病痛的时，你的疼、你的安慰一直伫阮中间，无离开阮。阮的确会重新来找到对你的疼的信心，会找到对你应允的盼望。主啊，当阮看见这个世界发生种种不安的代志，包括国家之间的战争、地动的灾难，甲社会无公义，求你将属天的平安甲盼望祝福台湾甲全世界，互阮的教会甲家庭，拢会当亲亲建立伫你上帝你的话语的顶面。求你赐予阮勇气甲信心，互阮伫这个时代的处境中，勇敢来做光做盐，行公义、好人民，尽忠来完成你交付阮的使命。愿阳光归乎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一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咱做伙用主啊基督来做咱的祈祷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如地里像伫天里。我的一生平安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阮的过犯。你传迄日时，就叫阮发入迄个歹的。如果万灵阳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请坐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启应文第5篇，启应文第5篇，诗篇第8篇，咱三甲来启应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，凭着你的声报甲天顶，你去做要塞，封闭敌人。看到你亲像创造的天，啊，人算啥物？你要遐尼关心？你创造人，互伊比天才小可较低，
你指派伊管理你亲像创造的万面，一切羊甲牛，空中的飞鸟，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遍全地。昨仔日圣诗第258首，圣诗第258首，请咱齐声感谢上帝，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唱。大家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用你的圣神来引带阮，来提醒阮，你的疼一直伫阮中间，提醒阮爱追求你的话语，当心来向你祈祷。主啊，阮也感谢你，这个世界未来充满变化，阮有犹豫，阮有惊吓。总是对你来的信心，对你来仰望，会当互阮有够额的智慧甲勇气，来明白什么是正确，什么是真实，会当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愿感谢你，透过圣经话语，互使传教的信息，阮定心来看家己的处境，定心看家己未来的道路，也求你一直提醒阮，无论阮的家庭也是教会。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顶面，阮也恳求你，互阮会当伫基督中来监察阮家己，你赐落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家己定心看家己的不足，看见家己容易骄傲的所在，阮会当明白，阮拢是无完全有罪的人，阮也愿意伫你的面前定心来甲你立约，搁一届献上阮家己。甲人、甲主建立好的关系，阮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来共读圣经，
加勒泰书第1章第1节到第5节。加勒泰书第1章第1节到第5节。我是保罗，我做使徒，毋是对人，也是通过人，是通过耶稣基督，甲互伊对世人中国外的爸上帝呼召。我甲伫遮的兄弟姊妹写批，互加勒泰的正教会，愿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稳定甲平安。为着要救咱脱离现今即个社会的世代，基督有照咱的爸上帝的旨意，为着咱的罪献伊本身，愿荣光归乎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这时，请雅萨伊万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的礼拜。请牧师来讲座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，
今仔日早起，圣乐队带领咱三甲来敬拜，做的分彩。当咱今仔日开始要看到加勒太书的时阵，其实内面嘛有侪信仰的前辈，因着咱亲像分彩共款围类伫咱，通过因所见证，传达上帝的信息。所以伫今仔日开始，咱牧师团开始传讲加勒太书的这个信息以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爱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对于2024年4月以来，你带领阮认捌以赛亚书的信息。经过2年2个月，你的话一路引带阮、安慰阮、接庇，也建立阮的信心。今仔日阮抱着感恩甲期待，要进入加勒太书的信息，求你继续亲自来引带阮。主啊，求你赐福加勒太书伫今仔日的世代，由阮阮发出声音，互阮毋敢若增加财物，搁较会当明白福音的大权能，认捌你伫耶稣基督内面所成就的新创造。求你的真理的神自由运行伫阮中间，拍开阮的心思意念，互每一位愿意听你话语的人，拢会当存着谦卑温柔、受教的心来领受你所栽种的道理。求你互阮所听到的真理，会通甲信心调和，伫阮的生命中结出果子。愿你的话一发出，就带出亮光。互愚公的人会当得到智慧，失迷的人会当找到方向，互亚瑟的人会当得到新的气力，也帮助阮，互阮明白遵行你的旨意，互你的旨意行伫地里，哪亲像伫天里。主啊，你的奴仆深知家己的能力有限不足，恳求上帝亲自来扶持，用恩典的手扶持伊，用圣神来抹伊。赐予属天的智慧、清楚的思考、忠心伫真理的勇气，以及听人的心，互伊会当照着你所赏赐的恩典，尽忠清楚来宣讲你的话语。愿上主你通过加勒太书的信息，互众人的灵命会当得到养赐，信心会当得到坚固，教会会当得到建立。也互阮伫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内面，活出加勒太书所见证的自由、恩典甲新创造，成做你福音美好的见证者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祷，阿免。今仔日咱三甲来领受这个加勒太书的这个信息。这本册通讲是历代的教会神学论证。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文本啦，因为对这个宗教改革以来，马丁路德真推崇这本册。伊咧讲这本册是安怎？讲这是 Caterina von Bora， 迄是因太太的名啦。所以伊咧讲哦，哇，这本加勒太书，若哪亲像安怎？我上意爱的宝贝，哪亲像伊深深爱伊的某同款。无法取代啦，所以这是马丁路德伊所讲的，这本册是无可取代。咱过去咧认捌这个加勒太书的时阵，拢是通过马丁路德伊的眼光咧看，伊的传统的眼光咧讲起因信称义，所以差不多大多数的基督徒拢知影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但是。咱也会通了解，有真侪学者的研究，特别的看见，因开始将这个保罗的这个信息，差不多有3种的整合出来。第一种的，就是咱咧讲的传统的保罗观念，因信称义。这个因信称义，较属于个人的得救，较属于个人的得救，所以伊咧强调。人来通如何伫上帝面头前称义，就是因为信心的缘故。但是近这个半世纪以来，对伫保罗的研究有较全面性的发展。
有的学者就开始通过这个加勒泰书的理解，也有无同款的角度，所以这个无同款的角度，人甲称作保罗神观啦。这个啥物叫保罗神观？伊咧强调的就是一种稳定的盟约、恩典的盟约啦。会讲起，咱毋是干那个人因信称义的得救，乃是安怎加入上帝所呼召一群这个上帝国立约新的群体的身份。所以保罗神观会讲起，迄毋是干那个人得救啦，嘛是包括所有的甲上帝立约这个信仰的群体。所以咱来看到这个观念，就开始对个人出发到伫群体，对伫这个加勒泰书的研究，较近这几年以来，嘛有无同款的学者会讲起，咱对个人的得救，到伫群体甲上帝立约成做一个新的新创造的群体以外，安尼。其实，我会转去到伫保罗伊信仰学习的迄个基础的来了解，就是咧讲起犹太人的即个天启末世的观念啦。所以有第3种咧讲起，就是天启保罗观。这个就是一个天启的事件，上帝安怎通过耶稣基督的出世，定十字架死国外。这是一个天启的事件，要表明上帝介入这个历史，要拍破罪恶、死亡、黑暗的关系。所以有耶稣基督，到有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，这叫做天启事件。所以咱看到这3个观察、研究，帮助咱会认捌今仔日的加勒泰书。咱可能过去咱咧读加勒泰书的时阵，是通过马丁路德伊的眼光；有的牧者可能会通过保罗的新的观念、新观来帮助咱认捌。今仔日咱要看到的是天启的保罗观，因为迄是上帝亲自介入，这也回应约翰福音内面咧讲的，耶稣道成肉体进入这个世界，所以保罗宣告的不是人的性命、精神利益，乃是一种安怎宇宙天启甲末世的这个介入，新的创造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国话安怎进入这个旧的世界，所以咱也通过这款无同款的认捌来认捌这个加勒泰书的时阵。这对我拍开咱有一个新的观点。咱若照伫罗马时代的批示的这个风格来讲，通常一张批示，伊有这个写批的人、爱收批的人、问安甲感恩等等。加勒泰书第1章第1节到第5节，通讲是这张批内面的请安的部分。但是请安通常咱会讲你好我好安尼尔尔。但是，伫这段请安的中间，保罗并无将伊写做真普通、咱讲客套的这个问候。伊是咧短短5节内面，已经讲起整个加勒泰书福音的核心的本质是啥物？伊无伫遐论讲律法是安怎，无讨论人的责任是啥物。伊其实咧，甲咱讲起一项搁较要紧的，上帝介入这个世界，因为被上帝称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基督照着被上帝的旨意，为着咱人安怎会做牺牲家己，要将咱对这个现今邪恶的世代救赎出来，这就是一开始伊咧甲咱讲的。所以第1节到第5节，毋是普通的请安礼仪，伊乃是整个加勒泰书内面要紧的箴言呐。救恩是出自上帝主动的差遣，耶稣基督
完成迄个救赎。耶稣基督的国话拍开一个新的时代，新的创造。所以最后讲，要将这一切荣耀拢归伫迄个主动拯救世界的上帝。所以咱今仔日就通过这个天启性的福音来读这个加勒泰书。但是咱嘛爱知影，因信称义，伊是一个圣经的真理。真做咱名誉的群体，这嘛是一个真要紧的。但是，搁较帮助咱的努力，毋是咧努力找上帝，乃是上帝安怎亲自进入这个世界，毋是这个旧的世界慢慢改变，乃是上帝进入这个世界，互这个世界开始一个新创造。这张批是上早要写予加勒泰地区的信徒。加勒泰对今仔日咱咧讲的土耳其迄个所在，土耳其的东北甲迄个东边的所在，甲南边的所在，迄古早时阵叫做加勒泰地区啦。保罗要写予北边的加勒泰地区，还是南边的？有真侪学家有无共款的想法，但是大多数拢会讲起都是南边的，因为迄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途的中间，伊所去过的这个教会设立的教会，那亲像咱咧讲的以弗所伫迄个所在，以哥念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保罗是写批予这个所在的信徒。所以加拉太书，通讲是保罗早期的这个批示之一。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咱来看第1节甲第2节。第1节甲第2节，我头仔讲过啊。保罗写批按照迄当时希腊罗马的批示的惯例，伊伫遐开始安怎爱得甲大家请安，学了这个受批的人，马上安怎伊就讲起家己的身份。第1节伊咧讲起啥？我是保罗，我是保罗，我做使徒，毋是对人，也是通过人。这段经文一开始咧讲起，福音毋是出伫人啦，伊乃是要甲大家讲，伊的呼召，毋是来自人的推荐，嘛毋是对迄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授权，嘛毋是对迄个宗教体制的任命，伊无需要任何的人的认证，乃是对伫耶稣基督伊的死，互伊死国活的爸上帝。所以保罗伫遮毋是讲要捍卫自己的迄个，咱讲伊的身份啦，伊要讲的是福音的本身啦。若是照使徒的身份，伊若是出伫人，因的福音只是人的思想利益。如果福音是人的宗教，人就会当照着家己的意思、利益去修改、去包装、去操控。但是保罗要互咱知影，毋是安尼。这个福音是对上帝所来。所以，伊咧讲起伊的身份，讲我做使徒，毋是对人，嘛毋是通过人，这是互咱一个真要紧的人物。今仔日教会，今仔日的福音，毋是人的包装，毋是人的操控，乃是迄是出自上帝所来。福音毋是人的宗教，乃是上帝一只安怎？咱讲入侵这世界，这个入侵这个语言。invasion 这个语言其实是一个神学家Louis Martin 伊所提出来。伊讲上帝亲像安怎？咱讲撞入去啦，撞入来世界，入侵世界啦。这个世界毋是安怎？毋是因为人的努力慢慢变好，无呢？咱过去有社会学家认为讲人若受教育，这个世界就愈来愈好。敢有真正安尼？无呢？
顶世纪发生2遍世界大战，顶世纪的时阵嘛经过启蒙运动啊，嘛经过工业革命啊，这个世界敢有变了搁较好势？无啊，嘛是世界大战在发生啊。人敢会当靠着家己的能力，互这个世界愈来愈好？人敢会当咱讲吼，提高迄个道德感，会当互世界变了搁较好？其实咱看到是无法度。所以，咱的世界有源伫罪恶、死亡、黑暗的管辖的中间。上帝亲自进入这个世界，这是福音。福音毋是人的宗教，乃是上帝安怎直接装入去世界的内面。基督教的信仰毋是人咧找上帝，乃是上帝进入世界咧找人。毋是人伫遐努力讲我要安怎得到永远活，乃是上帝安怎亲自主动降临这个世间。毋是过去迄个旧的世界渐渐改变，乃是伫耶稣基督死国活了后，世界渐渐成做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耶稣的国活，就是宣告这个新的创造已经开始。所以保罗伫遮特别称呼上帝做什么？互伊对死人中国活的爸上帝。若是伊敢若介绍讲啊，上帝安尼尔呀，安尼就会当简单讲爸上帝。但是保罗咧介绍这位爸上帝讲啥？互伊对死人中国活的爸上帝。所以伫保罗的神学内面，会强调迄个国活。所以这就是要甲咱讲起，咱对保罗的人物一开始是个人得救、因信称义，过来是一个群体。咱做伫甲上帝立约的群体无够，爱搁较了解迄个伫迄个末世的中间进入世间的上帝，咱讲天启保罗的观念。所以保罗伫遮讲，互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的爸上帝，这就是咧强调迄个末世的时代已经临到。如果耶稣基督只是死国活，迄是个人的奇迹。但是保罗的眼光会讲起，耶稣基督的国活已经代表旧的时代已经安怎开始渐渐过去。死亡毋是这个历史最后的结论，罪恶嘛无法度安怎继续伫世界掌权。所以，无论罗马帝国伊的暴力、伊的黑暗，带予人的绝望等等这过去的拢要过去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对死国活，上帝已经开始一个新创造的开始。所以这嘛是咱今仔日的经文最后的时阵会讲起的，讲上帝要得到荣光啦。咱若去看到迄个加拉太书的最后第6章15节的时阵，最后的结尾讲啥？有受割礼甲无受割礼拢无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所以保罗伊的这个伫加拉太书要紧的重点，就是咱今仔日已经是一个天启时代，伫末世的中间已经成做一个新创造的时代。所以对第1章开始到伫最后，保罗是要甲咱宣告，伫基督内面已经开始一个全新的创造。咱嘛爱知影，福音毋是一个讲啊，这个宗教无好，甲修补，毋是讲犹太教无教我甲修补，毋是。迄是一种爱进入耶稣基督生命的更新。今仔日真侪人会将信仰当做一种心理支持啦，拄着艰苦的时阵得到安慰，有人通过信仰，想讲会当互家己
人生较顺利等等遮的。但是咱爱知影，基督教的信仰毋是一种修补，基督教的信仰是要互咱看到，是上帝介入咱的生命内面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就会当安怎去经验迄个国外的上帝的气力伫你的内面，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更新。所以保罗伫加拉太书一开始宣告福音，福音毋是人的宗教，乃是上帝介入这个世界，介入这个历史。咱线者咱来看第3节甲第4节，而且保罗的批示一开始会祝福讲，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这毋是个非常自私的问候，迄是咧讲起整个福音的宣告。伊咧讲起恩惠甲平安的根源是出伫叨？出伫咱的父上帝。第4节讲，为着要救咱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，基督有照咱的父上帝的旨意，为着咱的罪献伊本身。保罗无讲啊，基督的教导是互咱成做一个更较好的人，毋是安尼。伊毋是咧提供一种方法，伊是咧宣告耶稣基督亲自采取行动，要互人对罪恶的所束缚的关系安怎拯救出来。所以救恩不在于改善，而在于拯救啦。第4节讲救咱脱离。这个救咱脱离，毋是讲这个人已经安怎伫大水的中间要淹死啊！你甲丢个救生圈互伊，不是丢救生圈啦，是安怎直接去甲救出来入去？丢救生圈还是你自己进去救他？这是完全无共款的。所以你遮咧讲的救咱脱离。就是安怎？伊亲自进入迄个中间，这嘛是保罗对罪的理解。因为人无法度讲，你丢个救生圈给他，上帝嘛丢了救生圈给我们，敢毋是？足侪足侪先知伫咱中间啊，过去上帝就差遣先知来，差遣尾啊，逐个人拢安怎？嘛无要回应。最后安怎？上帝家己入来介入。所以咱今仔日毋是甲旧的世界，旧的世界检采咧提供一种方法互你，但是新的世界是安怎？是上帝亲自介入来拯救。这就是即款的无共款。人上大的问题毋是家己努力无够，是无法度自力来自救。所以咱通常抓准家己是真自由的，但是却互金钱、成功、权力，甚至优越感等等来束缚，这是一种活伫罪恶的内面。这段经文也要互咱知影，福音是上帝主动的救赎的行动。如果福音是因为人相信努力，然后上帝甲接纳，安尼又完是安怎？是人的努力。而这是要互咱知影，毋是人去找着上帝，乃是上帝安怎？伊进入这个世界来拯救咱，毋是人伫遐想讲我要安怎脱离迄个罪恶，乃是基督进入这个世界，罪恶的中间、死亡的中间，将人来拯救出来。所以咱就爱知影，是立家毋是一个交换的条件。也毋是上帝要求人讲，你着爱先完成某米资格，我才要救你，毋是。是哩个乃是上帝主动救赎的行动。当人完全无能力来自救的时阵，耶稣基督照着父的旨意，为咱来牺牲，打败这个罪恶甲死亡的关系，将咱带入伊的恩典甲平安内面。所以真正的福音，毋是讲靠咱家己去努力会当得到，毋是，乃是你无法度靠家己
的时阵，基督已经为你来牺牲，伊亲自安怎来救你？伫第4节，咱做阵来看，保罗直接讲，要救咱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。这个现今邪恶的世代，毋是单纯指一种道德的败坏，乃是咧指，互这个罪恶、死亡、黑暗的关系来支配的一个世代。伫加拉太书内面，有真要紧，亲像两个世代即款的两条路线。伊将历史分做两条，一条是现今的世代，保罗也讲起将来的世代。现今的世代是罪恶、死亡、黑暗所管辖，但是将来的世代咧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国活，已经安怎全然成做一个新创造的时代，是上帝完全掌权、公义甲和平实践的一个时代。所以保罗伫遮宣告一个真革命性的代志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甲伊的国活。将来的世代已经安怎提早临到伫现今的世代内面，所以十字架的事件，毋是一个敢若赦罪的事件，乃是将来世代的一个新的起点。所以国王毋是个人的成绩，真正乃是一个新创造的开始。所以保罗直接讲。耶稣基督来，要救咱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。所以咱今仔日这个世代，犹原是邪恶，但是已经安怎？耶稣基督来了后，将来的世代已经开始啊。所以咱是旧的世代，甲新的将来的世代重复的时期，这是互咱所要了解。教会伫这个时期中间。伊是扮演什么款的角色？教会毋是一个世界中的一个宗教组织，毋是。教会嘛毋是提供伦理要紧的这个机构。照保罗的理解，教会乃是一个旧的世界甲新的世界相似存在，提前要互咱去经验。新世界、新创造的一个团体，所以教会已经成做一个新创造，但是犹原安怎有旧的世界的影响、的引诱，但是伊要呼召咱，爱用上帝国的方法来生活，爱用听赢过怨恨，爱用服侍代替迄个操控。爱用恩典代替交换，爱用十字架拒绝迄个暴力，所以教会本身就应该爱成做一个福音的见证。所以当人看到这群人的时阵，这群人毋是用血统来建立伊的身份，毋是用律法来证明伊家己，这甲犹太教无共款。伫这个新的群体内面，逐个人是用服侍。代替迄个控制，所以耶稣讲：恁中间什么人要最大，就要做正人的奴仆。这就是一个新世界的群体所活出来。伫这个群体的中间，咱来学习耶稣基督的牺牲。耶稣接纳咱，爱咱彼此相听。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这个新的世界已经安怎？伫咱的世界中间要开始啊！咱今仔日犹原活伫两个世代即款的优劣的中间，有旧的世界，也有新的创造。所以咱人活伫这个世间，亲像保罗咧讲起，人啊真苦，愿意做的好。却无法度行出来。我无愿意做的歹，我反倒转去行。
这就是一个旧的世界，甲新的世界伫遐QQ立立的这个情形。所以咱今仔日基督徒的身份，其实咱就爱活出迄个新世界的样式。咱爱伫旧世界的中间安怎见证，阮是新世界的人。所以，咱来看第5节，保罗伫遮最后用上言来做结尾。伊讲：愿荣光归乎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大家注意，保罗的批示平常时伫请安的中间袂去用到上言，但是伊伫遮一讲起，一开始就会讲出这个赞美上言，因为保罗深信，当福音真正受宣告的时阵，人唯一的回应就是安怎？将一切荣光来归乎上帝。换一句话，互咱知影，救恩的主角是啥物人？是上帝。咱嘛看到整个拯救的故事，发动者从来毋是人，乃是上帝。所以我一直讲起，毋是人咧超找上帝，乃是上帝安怎主动找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。来到伫这个世间，所以这毋则讲吼，这叫 invasion 侵入啦。上帝走入来伫这个世界，介入这个世界。你有当时你去想咱的世界的历史，有当时太看你操都看凑巧啦，怎么那么会凑巧的事情发生？咱咧讲起吼，迄个以前。东德共产党瓦解的时阵，迄太遐尼臭拄坎会发生遐个代志，咱拢想袂到。有足济的历史的中间，包括个人性命的经验嘛是共款，才会遐尼臭拄坎那么凑巧。上帝会当伫咱个人的身躯顶安怎介入？上帝嘛会伫历史的中间介入。所以保罗伫最后甲伊讲起。一切荣光归乎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保罗用这个上言来做一个最后的这个收束。一讲被上帝伊发起这个救恩，基督咧伊顺服爸的旨意，这就是世甲国外打败旧世界。的罪恶甲死亡，进入带领咱进入新的创造，所以所有这一切荣光，毋是归乎人的努力，毋是归乎宗教制度，嘛毋是归乎民族的身份，乃是安怎归乎拯救的上帝。所以这就是保罗伫遐为什么真强烈的强调，只有基督。才会通安怎？才会通来完成这个拯救。只有基督，才将咱带入迄个新的世界。所以真正的福音是互人安怎？荣光上帝，夸口上帝；虚假的福音是互人夸口家己。另外嘛，互咱看到，教会应该成做一个新创造的见证者。咱现今犹原活伫保罗所讲的现今邪恶的世代，咱犹原去面对着战争、暴力、无公义、压迫等等这些罪恶的内面。但是福音要甲咱宣告一个完全无同款的事实：旧的世界还未过去，但是新的创造已经开始啊！所以咱的时代就是一种透蓝的时代。旧的世界阁会影响咱，但是新的世代已经安怎开始啊？嘛会影响咱。到底你的性命要互旧的世界影响，还是要互耶稣基督新创造来影响？咱今仔日来到伫教会，咱就是咧表明讲，我愿意互这个新世界来影响、来引带。我无愿意阁活伫旧的世界。所以，这就是2000年来一直伫这种
两个世代透难的过程中间，会往头前会行。圣经内面已经互咱知影，罪恶暴力，迄毋是历史最后的结局。死亡嘛，毋是人生最后的结局。因为上帝已经介入这个世界，咱要因为国外进入这个新创造的团体内面，所以咱毋通将福音干安怎限缩讲啊，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是个人的得救啊！你要知影，对你个人是得救无毋对，但是对群体，咱拢是上帝名誉的团体。搁较要紧的，咱爱知影，咱今仔日已经进入一个末世天启的时代。迄个天启的时代，要互咱知影。旧的世界还未过去，新的世界已经伫耶稣基督国外的时阵，已经介入这个世界。所以咱活伫这两个世界交汇的时代，爱咱做出选择。咱要选择旧的世界，还是要选择耶稣基督新的世界？教会是国外耶稣基督国外的基体。是上帝国伫历史中间拯救的记号，也是新创造提早显现伫旧世界中的见证。咱就是活伫即款的坎站内面。所以今仔日咱咧看教育太书的时阵，咱就爱找着咱的教会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这个世代的中间的定位。咱通过这段经文，咱要做阵来思考两项要紧的信仰甲神学的教导。第一个要搁提醒咱，活伫两个世代中间，咱来见证的是新创造的生命。一方面，咱活伫现今社会的世代，这个社会的世代甲咱讲，你的价值，人的价值，安怎？用你的财富去衡量，人的身份，用你的成就来去决定；人的安全是用武力来决定，甚至安怎？真理是用权力来决定。所以有人讲啊，拳头母较大的人安怎讲话就安怎，就是真理。这是旧世界的想法。人掠准家己掌握真侪资源。国较有伊的权柄的时阵，伊就会当控制未来。但是保罗要甲咱讲，未来毋是你会当控制，因为未来新的世界已经伫耶稣基督国外内面展开啊！毋是人的制度，毋是人的权柄，毋是人的宗教，毋是人的努力，搁较毋是帝国的溃烂。会通改变这个历史，这个历史改变啊，是因为上帝介入这个世界，伊予耶稣基督对死国外，人拢会死，但是耶稣对死国外，已经予咱看到一个新的创造、新的世界开始。咱到底要活伫旧的世代，还是新的世界？咱爱对这个中间去做选择。今仔日讲到台湾面对的处境嘛是同款，咱咧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，有真侪假讯息、认知战会遐离咱的社会。民主的制度受到考验，有的人因为经济、生活等等失去愿望，也是开始怀疑人生。敢讲只有强权会通带来和平？敢讲只有这个假的消息会当去赢过真理？若是在伫保罗来看，毋是啦。真正推动这个历史往头前的，毋是
帝国的军队，乃是耶稣基督国外的性命。毋是惊赢，乃是毋望；毋是怨恨，乃是世界的疼。这就是一个无共款的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国外绝对毋是安怎咱私人的心灵安慰。迄国外是安怎对峙邪恶的势力、死亡的一种的挑战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来到世间，这是挑战邪恶的世代甲体制。所以教会袂当将福音敢若限缩讲，这叫因信称义，个人的得救。咱来知影，福音乃是一个提醒咱是一个新创造的群体。这个新创造的群体，你要活出公义和平，你要活出人民愿望，要通过基督徒，通过教会，互这个新的世界，互人看到这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啊！检查咱无法度马上改变旧的世界，但是咱会当伫咱的家庭、职场、校园、教会甲社会中间，活出迄个国外的使命。无公义的中间，咱坚持公义；拄着白贼的中间，咱选择实实在在。这就是要甲迄个旧的世界讲，我无要行你的路，我要行的路是一个新创造的道路。所以真正改变历史的，毋是人，毋是帝国，乃是迄位互耶稣基督对死国外的白上帝。所以加拉太书所宣告新的创造，迄毋是一个抽象观念，迄是要甲咱讲，上帝已经介入这个世界。上帝介入世界，咱会通安怎来做？其实有真侪人已经活出一款的生命的款式。我讲一个例，譬如讲伫南非过去迄个南非的大主教图图，伊长期拢反对这个种族隔离政策。这个种族隔离政策，迄是旧世界的思维，但是旧世界的思维内面嘛有教会的支持啊，所以教会有真多嘛是活伫旧的观念内面，将人束缚。但是这个图图大主教，伊伫遐当这个种族隔离政策拍破了后，有的人惊讲伊会受报复，互南非可能会陷入一种的流血的冲突。但是迄个时阵，迄个图图大主教伊坚持一个信念：国外的福音毋是互受害者成做一个新的加害者，福音应该是拍开一种新创造的可能性。所以伊咧推动真相和解委员会，伊毋是暗藏罪恶，乃是将真相安怎讲出来，互加害者承认伊所犯的罪。加害者伊伫遐无阁互迄个罪来束缚。伊讲无有赦免就无有未来，所以逐个人伫遐敲吹是一种赦免。我无要用旧的世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代志，我要用新的世界的方式、基督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代志。这是一个无简单的，所以加拉太书的信息，毋是教咱安怎，咱就要适应旧的世界的方式。讲过去的代志煞啦煞，莫阁讲啊，迄是旧的世界的想法。新的世界是安怎邀请人，阮愿意承认悔改，阮愿意安怎重新出发，邀请人进入新的世界。所以咱有当时，咱来去分别，咱咧处理代志，敢是用旧世界的想法，还是要用新世界的方式？这就是保罗伊
所写的这个信息中间真要紧的。第二项要紧的信息要互咱知影，教会是新创造的见证者。伫这个加拉太书1章1节到5节，虽讲短短5节，但是已经浓缩整个加拉太书的信息。若是用迄个亚里士多德的迄个修辞学啦、修辞学来看的时阵，因为这是保罗新观真要紧的观念。讲这个批示的中间，其实伊要交代古早时阵咧写批时都有修辞，就讲爱大声爱讲着品格，品格就讲我是啥物人，我值得恁信任。保罗伊的这个 ethos 这个品格，迄个修辞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我做使徒，毋是对人，也是通过人。一讲起，毋是伊家己咧建立一种的权威啦，咱是表明家己的权柄，咱是出自国外的基督。真正的使者，毋是高估家己，咱是安怎？实实在在。一讲起，伊找欠的主，所以这是这个修辞学内面所有咱看到。保罗毋是乒乓讲我的出世，我的出身是啥物？伊无讲遐，伊反倒转是讲，伊是安怎？毋是通过人，也是这个人对人来。第二个，伊咧讲起，伊整个迄个神学的福音。咱讲 logos 理性的部分，讲是对爸上帝主动发起这个救恩，基督照着爸的旨意为咱牺牲，救咱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，借着国外拍开一个新的创造。所以伊咧强调伊的理性、伊的逻辑真清楚，福音毋是宗教体制，毋是人的努力，嘛毋是律法咧做功德。乃是上帝亲自安怎进入这个世界，咱讲介入这个世界所行救赎的行动。最后一个 Pesos 咧讲起迄个情感的感染力，保罗无停留伫伊的理论，伊安怎最后的时阵咧讲起，愿荣光归乎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真正的福音。毋是干那用理性甲人说服，乃是最后的讲起，咱爱明白，一切拢出自上帝的恩典，互人心中自然而然发出感恩、懊恼。所以整个经文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甲浓缩起来：福音毋是人去找着上帝，乃是上帝安怎？进入这个世界，道成肉体，这是整个这个加拉太书真要紧的宣告。毋是人努力进入天堂，乃是安怎？天堂主动临到伫这个世间。安尼教会咧，教会毋通得享咱伫世界的责任。上帝竟然伫世界设立教会。就是伫旧世界、甲新世界还未完全来临的时阵，伫这个透难的时期，教会爱伫这个中间做伊要紧的代志。咱讲教会是旧世界的迄个前哨站啊，上帝国的前哨站。这个前哨站爱去。行公义，爱去彼此相疼。所以耶稣讲的，你若彼此相疼，众人要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。因为这就是教会，这是旧世界的前哨站。咱甲看卖，彼此相疼，彼此赦免，尊重每一个人的性命。这现今咱咧讲的。这是一种普世真要紧的价值，但是2000年前的世界敢是安尼？毋是呢。罗马时代是安怎？强者欺压弱者，
奴隶会当互主人凊彩彩来卖，查某婴仔弃婴十分普遍。迄个战俘抓着，会当送进去竞技场，诚做娱乐表演。报复将你的对敌抬死，伫迄个时代称为荣耀。但是你也甲人下面，代表你太较尔软正，太较尔软正。咱就是活伫即款两种世界交替的中间。伫即个世界内面，耶稣甲咱讲，你爱听你的对敌。保罗建立的教会，要互犹太人、外邦人奴隶自由的，无论查甫查某，拢会通做阵伫主的内面安怎受到接纳，成做一个新的团体，信仰的团体。所以，这信仰的团体，毋是活伫旧世界的价值，乃是要活出一种新创造的价值。伫几啊世纪以后，拄拄是福音会改变这个世界，人一开始相信，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形象所做的，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有不可取代的尊严。孤儿寡妇、病痛的人，拢需要咱照顾。教会开始通过安尼的见证，耶稣基督的疼，这就是一个新的世代的开始。但是咱看到过去的时代是毋是安尼？过去的时代是人吃人，万分做大生。但是新的世代改变啊，彼此相疼。因为基督先疼咱，新的世代已经伫咱的中间，咱敢要活伫旧的世代内面？咱今仔日咧看到世界，有真侪世界犹原是旧世界的价值的束缚，对人无有尊重，对人的性命看轻，特别是极权的所在。这是咱今仔日活伫旧世界甲新的天启时代透难的时期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毋是成做一个伫世界的旁观者啦。咱来知影，教会是一个旧世代的前哨站，要抢救灵魂的所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通过今仔的信息。阮看到，阮活伫旧的邪恶的世界，甲进入上帝开启的新创造的世界。伫即种透难两个世界的中间，求你帮助阮，圣神引带阮头前的路。阮也恳求上帝通过加勒太书的信息，搁一遍互阮深深去思考着，阮毋是干那追求个人的得救，原来是要加入名誉的团体，也要参与伫上帝新创造的运动，行往上帝国的新天新地。阮伫你面前，向你恳求，求你帮助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大家会记正诗回应上帝话，正诗第618首，圣诗第618首，咱着信靠上帝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
的时间，请大家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书记二公爷的典规甲户外活动；第二，为着社福的事工的关怀主任甲教会社福事工；第三，为着设教130周年教会史甲专间的编辑，请大家做伙坐声来祈祷。请尼泊宣一事组结束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守事今日互阮，因是阮美好的产业。教会对明日开始要举行暑期的儿童营，求你保守一切活动拢顺利平安，互来参加的囡仔伫欢喜快乐中间，也有真好的学习，认捌你、亲近你。求你使同工有够行的气力。服侍时有你的同在临到，特别是即礼拜可能有风台要来，求你予风影拢煞，嘛应带同工有周全的备办，会当经验你满满的祝福。自比人民的主，你疼世间人，提献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，显明你无比的大疼痛。你嘛教是阮学习基督的模样。用疼心款待世间的艰苦人。今日是教会社福主日，求你帮助阮加做社会中弱势者的祝福，用疼照光因的性命，伫破碎甲患难中带来恩望。透过这个事工，互因会当看见上帝伫阮中间施行拯救，互人安慰扶持，来显明你的荣光。至尊至悬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疼惜这南教会，互阮经过130年悠远徛在。今年教会要迎旨设到130年的庆祝活动，嘛要出版教会的历史甲纪念册。求主守事同工有智慧，会当克服编写过程中各项的困难，嘛透过回顾教会的历史。搁一摆孝顺上帝的恩典甲慈爱，确信上帝交托互阮教会的使命，互阮的信心坚固，有搁较侪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的奉献。是我来报告，如果请大家看报告预报的所在。第一，今仔日是社福的主日的关怀主日，7月第一主日是总会所定的社福事工的关怀主日，主要的服务的主题是用爱照亮互生命充满愿望。第二，护士团对7月开始传讲加勒泰书的信息，请大家有先来读加勒泰书，做伙来领受上帝维护的丰盛恩典。第三，设到130周年的感恩奉献，今年是本教会设到130周年，教会要举行教会巡礼，出版历史的专刊、人物志，甲制作纪念品、历史的展展览。11月份要举行特别礼拜，11月22号要举行设到130周年的感恩礼拜爱餐新册发表会，总共的经费是130万。对即马到11月开始，请这做伙来关心大道
奉献。另外，就是今年的暑期的儿童营对7月6号到10号展开，本主日的下晡3点要开始比阮场地的整理，欢迎青年来协助。伊就是7月6号到10号。另外，守护台湾的祈祷会本周暂停一届。第六，夏日的亲子活动为着促进肢体的交易，举行夏日的亲子的活动，欢迎儿童主义湖少年团体暑期儿童营的同学甲家长做伙来参加。7月5号报名，明仔日报名就截止，日期是7月11号，这礼拜六下晡1点到5点，地点伫金站的时尚广场。请注意，互校长王亚玲校长也是填写报名的表单。另外，本教会出席有3位传道师抽签来分派，主阳是分派到客家中会的观音教会，选荣是分派到客家中会平安亭教会，甲玉红分配到嘉义中会伫8月份就任。请大家为着因要开始的活塞来代祷。另外，汪明香、汪素雅对2019年2月开始伫本教会聚会，小会接纳因的成人会籍，对台北的东门教会迁入本会来欢迎。另外，就是8月第21号到22号有防灾室的培训的报名，请大家来踊跃报名。另外，就是 TSCM 的暑期的营会，欢迎大学生社青来报名，日期是7月12号。另外，团体消息，请大家家己看。开会消息，明仔日下晡1点伫203教室来召开中职会小会，请中职准备生来参加。这是请大家做伙起立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，这是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。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蔡景鹏、甲刘文如、甲林承恩，来伫遮请起立，互咱来熟悉，欢迎，请坐。咱敢有新来的朋友无介绍到的？无咱甲彼此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，咱每一位生啊伫地。大家来吟圣诗390首，圣诗390首，乌鲁提白万福本源，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，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唱。
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位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以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月岛闭会，请参加中正的地饼会交易。